我哋有嘅係有5樣嘢。第一係自由，資訊自由、言論自由。但係我哋喺呢個國際評級入邊咧，又睇到原來我哋嘅資訊自由、新聞自由咧，尤其是新聞自由咧，係不斷下跌緊嘅。而家你睇到由2010年咧至到2016年，我哋嘅新聞自由指數咧係不斷係下跌，而家係處於世界嘅中游位置。我哋嘅第二個基石就係我法治。法治嘅意思唔係講緊內地好多官員講嘅依法治國，唔係有條法例做咗出嚟，跟住條法例去執行，就係依法治國。法治另外一啲意思就係講緊公義，係咪彰顯到人人喺法律面前平等？不期然我又想起 UGL 事件，特首並不是超然於法律，特首亦要服膺於法律，亦要服膺於基本法。冇一個人係喺法律上面，呢個就係法治嘅精神。而香港市民每一個人亦都可以得到法律嘅保障，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一個獨立嘅司法制度，呢啲就係法治精神。當然，一個廉潔嘅政府、廉潔嘅商業道德，亦都係呢個一國兩制底下香港成功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要素。最近呢幾年呢，我哋廉潔指數亦都係不斷咁下降。當然，亦都係由於我哋好多嘅官員、好高層嘅官員已經被判刑，被涉及一啲嘅貪腐行為，亦都有好多就係離職嘅官員，亦都係涉及一啲貪腐行為，被廉署調查緊。所以我哋係要關注唔單止政府入邊嘅廉潔，亦都要關注喺香港做生意嘅商業機構、企業嘅廉潔。呢個廉潔並不淨係香港嘅問題，因為你都知道，大家知道，無論歐盟、無論英國、無論美國，都有啲跨境嘅一啲嘅反貪腐嘅法例。所有喺香港營業嘅外國企業都必須遵守呢啲法例。我哋嘅商業道德廉潔一定要維持，唔係單係講緊我哋政府嘅公務員廉潔。另外呢，當然我哋基本法入邊係好多條文呢，係保有一啲嘅機制呢，係讓中央喺一啲特別情況底下可以行使。但係要使呢一個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得以全面落實，中央必須要約制行使呢啲嘅權利。如果冇約制嘅時候，呢一個基本法擺喺度，亦都係得一片嘅廢紙。唯一一樣嘢，我覺得大家要做嘅就係互建重信任。呢個信任係基本法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嘅基礎。中央希望可以重新睇睇，究竟我哋香港人係咪真係其實都係好支持呢個一國兩制？但係呢個一國兩制係必須要全面落實，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底下嘅一國兩制，並唔係一啲官員喺度指指點點話我哋要咁樣樣，我哋不如做一個常設嘅釋法機制等等，唔係呢啲嘢，一定係要俾我哋有一個高度自治，俾我哋一個嘅信任嚟，等我哋可以搞好呢一片好細小嘅土地。好多建制派議員話齋，呢一個城市係中國境內最自由城市，但係我哋點解唔可以變香港做一個全亞洲最自由城市呢？多謝主席。